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15号，这一期咱们来聊一聊阿根廷。好久没有聊阿根廷了，有很多网友比较关心阿根廷现在怎么样了。正好最近美国特朗普这个竞选成功要重返白宫，他还搞了个叫政府效率部，让马斯克和另外一名商人来主掌这个政府效率部，而采取的一些做法呢，正好跟阿根廷的总统米莱有相似之处比如对政府机构进行精简。所以这个咱们又关注到阿根廷，对吧？也来了解看一看阿根廷这段时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米莱在上个月我记得10月份宣布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咱们好像聊了一下，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视频来回顾一下阿根廷对吧？这一段时间干了些什么事情，大家看视频。上个月南美那个愣头青的总统直接解散了国家税务局，解雇了原来机构大约3100名员工，并且减少了 45% 的高级官员，这少不了让某些人愤怒，但是人家回应的也非常的响亮。对于阻碍经济和商业自由的不必要的官僚机构，要坚定不移地拆除。这个国家就是阿根廷了，总统就是那个热爱摇滚和奥派经济学的米莱。此前他将中央银行的规模缩减了一半，取消公务员补贴，其动静之大足以令人侧目。米莱之前，阿根廷是一个深陷债务危机、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的国家，盛行的差不多是国家包办一切。米莱上台的这近1年来进行大力的改革，核心包括精简政府机构、平衡国家赤字、控制货币超发、降低税务和关税、鼓励自由贸易，把市场还给市场。这么说可能比较抽象，让我们来看一看米莱政府最近干的事情。10月9号，阿根廷宣布将实施一系列旨在精简外贸业务的措施，接着又取消了多项海关规定，减轻进出口的成本负担。1周后，阿根廷又宣布要对89种进口商品实施关税下调。当然，米莱政府的目标可能是零关税。现在米莱政府还确认各省可以不经中央同意，从国外直接购买药品，这其实是变相的鼓励各省自己进口、自己定关税。据估计，如果把印度的药品引入到阿根廷，意味着这里的药品价格将暴跌到当前价格的1/10。还是10月份由阿根廷央行组织的年会上，米莱再次强调了财政平衡是不允许协商的。为此他还得罪了不少群体，比如他否决了大学融资法，这相当于不允许增加高校的预算，不允许提高老师们的薪资。米莱说了，若是问我是否应当否决养老金调整法案和大学融资法，我是会这么做的，因为我的承诺是财政平衡，这一点不容协商。关于货币政策，米莱也体现了很浓厚的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小政府理念。竞选的时候，他宣称要炸掉国家中央银行，不限于时机不够成熟。当下他在货币领域的主要做法是控制货币数量，不让央行成为政府控制利率的工具。这一点恐怕又要打脸全球的央行了。米莱原话是要想控制利率是一种谬误，既然我们有央行，我们现在将会控制货币的数量。同时他也不忘之前的承诺，在某个时候我们将会终止央行。我们看阿根廷今年持续下降的通胀率，就会发现这个国家正在朝着一个好的态势发展。比如1月份的通胀率高达 20.6%， 3月份就下降了 11%， 而9月份下降到了 3.5%。 毫无疑问，这正是控制货币发行数量的一个直接结果。要知道，米兰上台前2023年1年累计的通胀率达到 211%。 关于明年，米莱近期在国会演讲上也公布了，放在首位的是解决财政赤字，实现财政平衡。第2条是削减政府开支，精简政府机构，然后是推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特许经营，还有取消进口许可等繁琐的海关管制。我们拭目以待明年阿根廷的表现。
那么不用等到明年啊，就现在阿根廷似乎也有一些变化，积极的、乐观的变化。这个米莱啊，他的新政府啊，按照计划将部委从18个减少到9个，秘书处啊从106个减少到54个，都是砍半、减半呢，直接腰斩。使公共服务部门高级职位减少超过50%，政府总职位减少34%，也就是砍掉了1/3。总的职位啊，公职人员越少，行政效率啊就越来越高，而且财政负担还越来越轻。那这省下的钱，对吧？那比老百姓得到实惠，那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啊，它就会越来越高。那现在阿根廷经济到底怎么样？我们来看一看央视新闻的报道啊，这是央视报道的啊。他说啊，当地时间11月12日下午，阿根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该国10月单月通胀率为2.7%。今年前10个月累计通胀率为107%，过去12个月累计的通胀率为193%。你看看这个叫可喜的成绩。咱们看数据啊，要看趋势。前12个月通胀率是193%，就是将近2倍。前10个月呢，它就降成累计通胀率只有107%，也只有1倍了。如果仅仅看今年10月份，它的通胀率只有2.7%，也就是说你看1个月的通胀，那它已经越来越恢复正常。所以说这个米莱就任阿根廷总统才11个月啊，大刀阔斧的改革，阿根廷啊似乎真的要变天了。关键是朝着好的方向变了，它不是变得越来越糟糕啊。单月通胀只有2.7%，已经是近3年阿根廷的最低水平，也就是它这个通胀下降速度啊远远超预期，可以称得上是阿根廷奇迹啊。这个米莱啊，他还强调本届政府自由主义政策将使阿根廷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并承诺将坚定推进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并且嘲讽啊左翼政府如凯恩斯主义者的游戏结束了。关键是阿根廷今年上半年居然财政实现了盈余，也就是刚才米莱自己说的，就是收支平衡。他就以这个为目标，要求政府啊收支平衡。以前的债慢慢还，但是现在的政府每个月收入的钱和支出它能做到平衡，还有盈利。更难能可贵的是，阿根廷的经济还出现增长，也就是你政府省钱，如果经济不增长，对吧？再萎缩那也不行，对吧？你政府省钱的目的也是为了让经济增长，对吧？政府少花钱，那老百姓可能就钱就多一点，也就是咱们薇薇老师说的，你大头少一点，那你这老百姓这儿就多一点。阿根廷经济出现增长体现在哪儿呢？汽油消费增长11%，柴油消费增长9%，零售总额增长2.9%。什么意思呢？这个数据都是跟消费有关，所以消费的增长体现阿根廷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你看咱们现在最头疼的就是消费不振嘛，对吧？你北京上海的社零数据都在下降，对吧？北京上海的餐馆那个今年上半年收入都是在下降。咱们经常节目介绍的那个旅游景点，环山旅游，什么张家界、峨眉山，那利润都在下降，都是消费不振。但是人家阿根廷而消费还在增长，这个就是经济即将全面增长的信号。你刚才视频介绍了啊，这个阿根廷它关税都取消了，对吧？各个省自己进口出口，也就是外贸那完全自由，你自己决定。那内需呢？你看它在增长，那这就难能可贵啊。根据阿根廷经济部部长的预测啊，他的说法，阿根廷2025年经济将全面增长，预计增长幅度在5%以上，这个也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阿根廷经济增长的预测。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那就是阿根廷的这个账本，对吧？就阿根廷这个国家口袋里到底还有多少钱？根据中央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外汇储备已经攀升至304亿美元。虽然这个对吧，你看绝对数字不多啊，但是你想对阿根廷来说那是不容易的，这是自2023年6月29日以来最高水平。在过去的1月中，中央银行还成功购入了7100万美元的外汇。这样的操作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外汇储备，也是为了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重建经济稳定中的这个原则。这个还不算什么，这个11月14号的消息啊，这个阿根廷总统米莱啊，在社交媒体上庆祝取消前总统克里斯蒂娜的特权退休金和已故丈夫内斯托尔基什内尔的遗属基金的决定，也就是把前总统啊，她和她老公2个人的特权给他取消了。这一决定每月为国家节省2182万比索的开支。这个前总统啊，克里斯蒂娜夫妻俩的这个特权退休金被取消以后啊，阿根廷政府啊正在调查前副总统
阿马多布杜的退休金状况，或将同样采取取消措施。你看这个大刀啊，向这个前总统、副总统头上砍去啊。这个作为前副总统布杜啊，每月可领取630万比索的终身退休金。当然了，这个前总统和副总统啊，都受到了阿根廷最高法院的这个指控啊。指控的原因主要是贪污腐败。经过这一系列啊，这个叫雷霆出击吧，或者叫暴风骤雨般的改革啊，菜刀砍电线，一路火瓜带闪电。这个阿根廷的股市居然还创新高。你说有的国家股市要死要活的，天天救市，这个米莱整几下，阿根廷的指数是12号啊收涨 2.32%， 报209.0万点，创收盘历史新高。至少说明这个资本市场啊，对米莱推动的改革啊持乐观态度。那不像有的国家这个多少万亿的刺激计划，或者叫什么化债计划，一宣布马上大家都觉得不乐观。这个米莱可没有搞什么财政刺激计划啊，也没有搞什么化债方案，人家就是大刀阔斧的向这个特权，对吧？向政府开刀，对吧？政府要节约，政府要少花钱，也就是减少公共开支，对吧？就这么简单，没那么复杂。正因为这么简单，而且还有效，至少目前看啊有效果，所以这个美国马上要上任的总统特朗普和马斯克，他才看中了，他要借鉴学习米莱的成功经验。这个特朗普任命马斯克为政府效率部部长。据这个传闻啊，当然现在方案也没有最后定论啊，都是大家都在传呢，说美国现在有128个联邦机构，这个马斯克计划精简到99个，也就是减掉300多个，就是减掉3/4还不止。你这叫什么概念？这个米莱只减掉一半，对吧？他的雇员减少1/3，政府机构减掉一半，好吗？这马斯克上来，政府机构要砍掉3/4呢，对政府部门进行大规模裁员，裁员率高达77%。当然了，我感觉这个是传言啊，你要这么狠的话，他美国联邦政府会不会瘫痪呢？就是说你把3/4的人都砍掉了，只留1/4。这个特朗普啊，马斯克是敢想敢干的。但是啊，我们也不能怀疑，就是说马斯克啊，就是马斯克他有成功经验呢。马斯克收购了推特之后啊，他不就是砍掉了3/4吗？就将近80%的推特员工回家了。现在推特不也在运行吗？所以说啊，马斯克他是有成功经验的，他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虽然说啊，这个公司的裁员和政府部门裁员这两个还不太一样，但是总有借鉴的地方。作为吃瓜群众，我觉得这个马斯克一上台啊，这个大戏开演。这个媒体报道啊，美国的那些什么政府雇员的这个组织啊，叫什么我忘了啊，他们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准备联合抵制马斯克，让马斯克的政令啊出不了华盛顿，出不了白宫。关键啊，这个说风就是雨啊。米莱说要第一个到华盛顿去拜访这个特朗普，要捷足先登呢。他这个时候跑去拜访特朗普干什么呢？特朗普也愿意见他，那估计就是啊，更多的讨论这个要取经啊，对吧？米莱他的新政这个奥妙之处，成功的经验，这个马斯克和特朗普啊要向米莱取经，要对美国政府进行减肥瘦身。而马斯克跟米莱的关系，还有特朗普跟米莱的关系，就是私人关系啊，还相当的密切。这个米莱就是特朗普的粉丝，而马斯克跟米莱呢，那两人也是啊惺惺相惜啊。就是马斯克到阿根廷去拜访米莱，大家看过那个视频吧？他们就坐在一个小桌子前面，一个人面前摆一瓶矿泉水啊，完全不像印度啊或者某些国家，那在那个华丽的大厅里面，对吧？去接见，显得非常隆重重视，非常豪华，非常讲究，有排面有排场。那米莱和马斯克两人见面非常轻松，非常随意，对吧？一个人发瓶矿泉水就完了，对吧？希望这个米莱和马斯克、特朗普他们那个相会啊，能够创出什么火花，让这个马斯克啊对这个美国政府大刀阔斧的改革。实际上啊，美国政府啊历史上也搞过这样的这种精简机构啊，我估计每个国家都搞过，但是不彻底，总有顾虑啊，有牵绊，瞻前顾后，对吧？那就看这一次啊，特朗普和马斯克能不能从米莱这儿取得一点真金呢？为什么说我们很关注这个事呢？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光阿根廷，对吧？精简政府、精简机构成功，你可以说是特例啊。你可以说阿根廷有阿根廷的国情，阿根廷小，对吧？阿根廷这样，阿根廷那样，所以它能成功啊。其他国家这么干，那叫乱，那是万万不行的。那现在好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一强的国家，美国他也这么干。如果他干成功了，那其他的国家还有什么理由不学呢？还能找什么理由去解释呢？去辩解？我可以肯定啊，这1-2年，如果美国在这个特朗普还
有这个马斯克的这个操持之下呀，如果对政府瘦身取得了良好效果，那恐怕很多国家都要效仿。因为现在整个世界上每个政府啊，包括英国、法国，其实都一样，政府是越来越庞大啊，这个是必然的啊。也就是说，你往里塞人容易，你把人请出去难，对吧？这个我什么制度都一样，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增长，那政府是越来越臃肿，冗员越来越多，越来越庞大。只不过有的政府啊，它增长的更快，它是像那个癌细胞一样的肿瘤一样的扩张的更快，有的政府扩张的慢一点而已，但是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冗员越来越多，效率越来越低。这美国不就是典型的吗？要不然马斯克、特朗普他不满意呢。所以说一旦美国取得成功，那估计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要效仿。那作为咱们啊大国，未来这1-2年恐怕也面临选择，也就是要继续精简机构，压缩编制。那现在已经在干了，对吧？清理编外人员，对吧？对编制啊，现在已经开始考虑，比如教师的编制、医生的编制，很多编制慢慢都要取消掉。有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了，就是咱们的趋势实际上也在叫缩减。但是呢，我们的问题是一边在缩减，一边在扩张，所以总的你一看恐怕呀还是在扩张。你缩减的速度没有扩张的快，对吧？缩减总是痛苦的，所以你看，就大量的人削尖脑袋要去考编、考公务员。但是你想想啊，如果这个财政情况不乐观，政府一直缺钱，对吧？工资发不出来，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保3增6啊！直接大家可以问问身边的人，如果你有亲戚朋友在政府部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保3增6，就发3个月工资，争取发6个月，1年呢，剩下的欠着，以后经济好了再说啊，都已经这样了，你说他能坚持多长时间啊？这边如果阿根廷成功了，美国也成功了，他不能不学，他也会裁，他会加大力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没钱了你怎么办？实际上啊，精简机构、裁掉冗员，不仅对政府、对老百姓是件好事，对这个公务员本身也是好事。这很多人不理解这个，对吧？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很多这个叫围城效应呢，就是没有进入公务员体系的人，就拼命的想进入公务员。为什么呢？因为他总觉得公务员稳定。现在民营经济、外企，对吧，都是动荡不安，大厂也在裁员，所以给人感觉，对吧？你除了公务员，其他都不稳定，所以他们就认为公务员稳定。他们就要进入公务员体系，实际上一旦进入公务员体系的，就是围城内的人呢，他也想出来。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在公务员体系里面的这些人，活得滋润的，真正说符合个人理想的，让自己能舒服的，是少数人，绝大部分人是活得不痛快的，升迁无望，事还多，完了工资，对吧？奖金今天有，明天没有，有的人工资还不能保证，完了你要求还多，各种学习，对吧？各种报表，各种活，你找不到自己人生方向，往上没有任何机会。哎，有的人说清水衙门清闲，没有这些报表，没有这些学习，但是啊，面对一眼能看到底这种现状，他内心很难平静。就是我们在外面的人总是觉得体制内好，看着他们吃香的喝辣的，但实际上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焦虑在什么地方，对吧？我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在体制内，对吧？我清楚知道他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前10年的压力是巨大，天天琢磨着辞职啊，只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没有办法啊，就这么待下去了。1/10的人还能够升迁机会，绝大部分人就是，对吧？到个副处就到头了，很多还是科级，就看你跟你什么单位有关系。像胡锡进老师这样的，那是凤毛麟角啊。但是像胡锡进老师这样的啊，他靠自己笔杆子，靠自己玩那个自媒体，活得很滋润，对吧？影响力大。但是大部分人没有胡锡进这个能力，退休就退休了，去跳广场舞。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对吧？很多人在体制内其实不快活，焦虑，而且也没有前途。如果这个时候把他们裁掉了，给他们一笔钱，他走向社会，说不定还能找到自己方向，未必不是件好事啊。就是对个人来说啊，如其在那个体制内混吃等死，对吧？你不如拿笔钱出来闯一闯，对吧？至少部分的实现自我价值。你想想，苏州的那个叫什么苏祥宇吧，对吧？无论他是他的学历、他的文凭，对吧？他的上一份工作还在券商，他是作为人才被吸引到、引进到苏州。结局呢？结局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就是他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啊，达不到他的预期，满足不了他的那个想法、他的理想。他以为自己是人才，他以为他跟企业一样，稍微有点能力，马上就提拔，马上就让你负责什么工作，对吧？你再出点成绩，马上就当副总。政府不是那么玩的，对吧？这公务员都讲论资排辈，完了讲态度，讲忠诚度，至于你有没有业绩，那先往后放一放。完了之后还讲机遇啊，讲巧合。所以说啊，没有进公务员体系的人，不要去羡慕，你看到的那都是少数。就你看到混得风光的人呢，就像你看到那
的企业家一样，混得风光的企业家也是少数嘛。你看到一个马云，你应该马上想到背后好几千个、好几万个马云倒下了，创业失败，倾家荡产，哎，一个马云成功了，对吧？你看到马化腾，你应该看到背后恐怕有好几万个马化腾倒下了，对吧？一辈子都爬不起来，马化腾一个人成功了，对吧？这叫幸存者偏差。我们看到的都是风光的、成功的，不成功的我们看不见，没人宣传，对吧？你说公务员体系，前2天咱们报道了，就这个村官啊，都抓了70多万，什么概念？你说有多少李佩霞这样的，对吧？你看着他风光，还有毛奇，对吧？这些在职的，那些已经退休7年8年的，照样给抓。你想想，你都退休了，这7、8年不是70了吗？以为没事，对吧？安享晚年，结果接受调查。你想他一个人接受调查，他一个大家庭，对吧？儿子孙子那都受牵连啊，都抬不起头啊。所以说不要看见，对吧？贼吃肉，你看不见贼挨打。说来说去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对吧？这个减少啊公共开支，压缩这种人员成本，把这些很多公务员冗员，对吧？给他送到社会上去，反而对他是一种解放解脱。那个上世纪90年代啊，从政府部门那叫下海，那个时候没有公务员一说，那个都叫下海，很多是搞着停薪留职啊。那个潘石屹就是啊，很多人都是这种性质，都混得风生水起的嘛。所以说啊，米莱这种搞法，对吧？它既有益于国家，又有益于社会，还有益于这些个人。要不然你这个人就在这个公务员在体制内半死不活，就这么吊着，外人看着很风光，对吧？那汽车后备箱一打开，里面都是米面粮油，是那玩意值多少钱呢？关于这个啊，我们看一段这个经济学家魏佳宁他的一个说法，他呀谈经济衰败的主要原因，不受制约的权利夺走了劳动大众的成果，最后权贵们成了超级富豪，但是权贵人数有限呢，所以他没有办法拉动消费，而绝大部分人呢，劳动者他没钱，没有消费能力，有钱的人他没有消费，想消费的人没钱。所以说啊，要学习米莱，对吧？人家美的啊又要走到前面去了。这个美的啊，在特朗普、马斯克的带领下，又要想弯道超车啊。作为大国，不能不防啊。我想啊，对大国来说啊，以上什么公务员多，这个政府的收入大部分用来发工资，这个还是次要的原因。我觉得比这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一多啊，它会形成更大的一个浪费，这种各种内耗、错误决策就少。相比较这个给这些公务员发工资，相比较他们贪污一点，这个最大的浪费啊，负面的就是无效投资。他们都是打着为经济好的这个口号啊，这个旗帜去浪费。初衷不是浪费啊，初衷它是要促进经济发展，要投资啊，所以他就跑到山沟沟里面修大桥，对吧？到处修古城。你看看，在山西太原，他搞叫仿真椰子树，这是中纪委通报的啊，对吧？跑到这个西南大山里面修什么水丝楼，这个比贪污更严重，那形成大量的浪费，而且还没人负责，对吧？这是几百亿的往里扔，大家都冠冕堂皇，每个人都是义正言辞，搞到最后还变成一个政绩工程，厉害了我的国，对吧？大国重器，这个问题在哪儿呢？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大家想一想，就跟那个俄罗斯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一样的。俄罗斯是把这个通过它的石油、天然气出口赚了钱，最后变成炮弹、变成导弹扔到乌克兰去了。咱们就不说啊，它给乌克兰造成的损失，咱们就说俄罗斯自己这些东西扔出去了，炸掉了，然后它后面还有维护啊，维护什么呢？它那些伤员，它那这个牺牲的这个死的这些战士的家属，他还给抚恤金，对吧？每个月在付。你看俄罗斯他已经付不起了，他现在要减少这个抚恤金。那咱们这儿呢，把钱扔到山里面去，变成了钢筋水泥。俄罗斯他是把它炸掉了，咱这是变成水泥放在那儿，完了之后你也得维护啊，对吧？你修的水丝楼，你修那桥，你修的那个什么景点，你那个仿真椰子树，你以为不要维护是吗？各种景观你都得维护，不维护它马上生锈，马上就腐败没了，杂草丛生，维护也得花钱。那就像俄罗斯给他的那些家属啊、军属发抚恤金是一样的。最终呢，我们是通过把外面的东西进口来加工完了卖出去，靠这个赚钱。俄罗斯是靠石油、天然气出口赚钱。你看看，你这么一分析，发现两个是差不多的。问题出在哪儿？俄罗斯出现是战争，他把钱扔到战场上去了，所以国内老百姓慢慢的就民不聊生，黄油都吃不起了。那咱们呢？虽然没打仗，但是你把钱扔到山里面去，不能产生效益，完了之后还得维护，对吧？你就发现为什么咱们越来越穷，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老百姓感受到压力是越来越大，实际上就是这些无效投资啊，不能产生效益的沉没成本太多，这个比贪污更严重。贪污我认为应该放在第二位。这个贪污啊，无非就是分配的问题。如果贪官把钱贪了之后，只要他不转移到国外啊，那还是肉烂在锅里面，对吧？这个就影响公平，影响一个分配。好歹肉还在锅里面，你那个浪费啊，那肉到哪儿就不知道。完了还要每年都要花大量的钱去维护，持续失血，这个才叫严重啊！最后你要搞10万亿、12万亿去
补这个洞，你这个洞没有补，你10万亿、12万亿扔下去，只会越扔越多。所以我认为这是最大的问题。你把人员精简下来，这样的什么宏大工程，对吧？这样的铺张浪费恐怕就少了，对吧？什么在仿真椰子树啊，对吧？花10几个亿修什么对外什么交流厅，这种事情就没了，或者就少了。所以接下来这4年啊，我们就看特朗普和马斯克表演吧。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